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个礼拜进前，咱先来练习咱等者要伫礼拜中所要念的圣诗。首先来看圣诗第113首，113首吼。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这首圣诗有人讲是约翰加里文所创作的，也是甲伊有关系。伊是讲到这咱上主的各种的方面吼，比如讲伊有怜悯，伊是咱的活命，伊是阮的盼望。咱即摆练习先来练第1段、第2段、甲第5段。圣诗第198首，198首，保罗称呼至大上帝。这首诗歌是咱长老教会牧长杨树勇来所写的，伊是用这咱诗篇的第8篇来用来改写的。咱即摆嘛是练第1段、第2段甲第5段。圣诗第303首，303首，主我要学罗你，主我要学罗你，这是较离咱较近的这个圣诗咱来练习第1段甲第3段。我要学罗你。
这首诗歌是一个讲到乌老，佮讲到决志的这种圣诗吼，咱用这个心情来吟唱。啊，再来看上营，上营388首，应光归圣父上帝。这咱也是定定咧唱，咱练习一摆就好。这歌词咱若是看这圣歌本，伊是旧的嘛是写三位一体，咱唱的时阵要唱三一上帝，安尼，咱今日的吟诗就到这，谢谢。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全地拢着上主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称赞伊，着大琴称赞上主，大琴唱好听的诗歌学乐伊，用喇叭甲扫角伫上主咱的王面前出欢喜的声，愿海甲海中一切拢出声，世界甲万物嘛出大声，愿江河拍布啊欢喜，正山岭伫上帝面前做伙快乐唱歌，因为伊要来审判全地，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用公平审判万民。做伙吟圣诗来学乐咱的主，圣诗第113首，圣诗第113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大家做伙起立来唱。大家压头的祈祷，主啊，感谢你带领阮大家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来敬拜你。阮圣孝你伫阮教会，你伫阮家庭，你伫阮每一个人身上所失落的恩典，实在是超过阮所求所想的。虽然阮也有艰苦的时，阮也有失望的时。但是伫艰苦中，阮看见你的光悠然照阮。无论阮的社会、阮的国家拄着怎样绝望的处境，你的愿望还阁在，还阁伫地。伫所有代志后面，
拢有你上好的安排、上好的旨意。主啊，当阮所面对的世界一直在改变，阮有逐项的挑战伫阮的面前，总是阮相信有一项无改变，就是你的疼甲仰望，一直甲相信你的人同在。阮有阮的软弱，阮也要承认，阮无够也的勇气来面对阮的失败。总是你甲阮同在。当阮读你的话语，阮重新得到勇气；当阮伫你的面前来祈祷的时，阮重新得到仰望。也你互阮会当伫绝望的所在带着你的仰望，会当伫忧愁的所在带来你的快乐。主啊，求你互阮毋通袂记，对早起到暗时，每一个新的日子，你的疼、你的恩典一直甲阮同在，也毋通袂记阮又甲你做伙，学习你的话语，向你来祈祷，阮就会当得到真侪祝福甲喜乐。我会当拄着搁较歹担当的代志，拄着搁较歹的环境，拄着搁较大压力的时，拢会当充满着对未来的仰望甲信心。愿你的神充满阮，互阮有勇气将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伫阮的家庭的中间，伫阮的生活中间，我会知你的旨意，顺探你的旨意，也会当将你赐予阮的智慧，面对阮生活中逐项的挑战甲压力。阮实在需要你伫阮生命中间，互阮有够硬的勇气，有信心，尽忠去做你交付阮的使命。这时，我要亲像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有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对地而像伫天里。我的一世也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也赦免过的人。你传迄个刺，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万年、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启应文第8篇，启应文第8篇，诗篇第23篇，咱三个来启应。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应由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伙。大家因圣诗198首，圣诗198首，乌鲁称呼至大上帝，请大家做伙起来唱。
坐。大家来祈祷。主啊，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感谢你用你的圣神来引带阮，你的圣神来定成阮的性命。一届搁一届提醒阮，提醒阮爱有你的疼伫阮的中间，提醒阮爱疼出力亲像家己。爱时时来追求你的话语，同心来向你祈祷。阮感谢你，你圣神伫我中间，带予阮教育安慰甲医治。当阮拄着病痛、艰苦的代志，你的圣神予阮的身躯得到健康，阮的心灵得到平安。阮伫即个充满变化的世界，每一天有新的变化。阮会失去信心，阮会对这个世界来失望。但是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予阮有教育的智慧，来重新得到勇气，重新看到对你来仰望。求你予阮透过圣经的话语、牧师的讲道，阮会当对圣经的话语重新看家己的处境，重新来检讨阮家己。由你一直提醒，无论阮的家庭也是教会，拢爱建立伫上帝你的话语顶面，也透过你的话语，我会当伫基督中来检查阮家己，看见家己的不足，看见家己是容易骄傲的所在，愿意伫你的面前定心来甲你利用，搁一届献上阮家己，甲主。甲人建立好的关系，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来共读圣经，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第1节到第11节，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第1节到第11节。恁的上帝讲，要安慰我的子民，要鼓励耶路撒冷的子民，对因大声宣布：因做俘虏就会苦已经到夜，因犯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因为着所犯的罪已经对上主受双倍的刑罚。有谁伫话讲？就伫旷野为着上主准备道路，伫风暴为着咱的上帝开大路。逐个山岗着天予满，大山小山拢卸予平，原地无平的地拢予平坦，坎坷的所在予伊变做平地。迄时上主的荣耀会出现，全人类拢会看见。上主亲嘴安尼宣布，有谁伫发苦？要宣布，我问讲，要宣布啥物？要宣布，所有的人拢亲像草，因的水亲像野地花。上主吹来风，一个扫过，草就干，花就谢。确实，人不过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不过咱的上帝话永远存在。报好消息的锡安娜，要爬上高原山，出力大声喊。报好消息的耶路撒冷啊，要大胆大声对犹大的众讲，看咧恁的上帝。至高的上主带权能要来啊！伊要用权柄掌权，甲伊做伙的有伊所透放的人，行伫伊头前的有伊透放的子民。因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要用手
我养我囝，甲伊抱伫胸前，伊要带才会互养我注定的养母稳稳啊行。愿上帝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希望阿萨诗班用诗歌来带领咱的礼拜。亲爱主，放我手。
时请黄春成牧师来讲道。弟兄姊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早起，也是希望联合诗班通过一首亲爱主牵我手来带领咱来礼拜。这首诗歌真符合以赛亚书39章到40章的这个过程，因为39章以前，会描写到以色列人因受审判，然后亡国流亡到伫巴比伦，经过侪年了后，因得到回归的愿望。这段路程对当初时的犹太人来讲，真正是路途真凄清。但是主眷我，因带因进入光明。其实人生的路途，有当时咱嘛是会拄到这款恶担当、苦难、艰苦心的过程。总是通过圣经内面，互咱看到，耶稣甲咱讲，这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已经较赢这世间。今仔日咱所看是以赛亚书40章，40章到55章，咱甲称作第二以赛亚。为什么会称作第二以赛亚呢？因为整个以赛亚书66章的中间，迄个跨度非常历史的跨度非常的宽。对约西亚王，就是公元前第8世纪开始，到伫波斯帝国古鲁斯的这个时代，迄个前后超过200多冬，迄200多冬无可能是一个先知来甲写落来，所以伫圣经的研究顶头，一讲起，迄有可能是一阵先知做阵来写出这个信息，但是这阵先知因无留落家己的名，因为家己的名无要紧，要紧的是上帝要讲的信息是啥物。所以第二以赛亚这阵，因是延续上早期迄个先知以赛亚的工课，要将所领受的信息传予伫亡国流亡伫巴比伦的犹太人。所以真侪学者认为，第二以赛亚并毋是迄个公元前第8世纪一开始迄个先知以赛亚所写的。应该是一阵流亡到伫巴比伦时期，一群亲像先知的群体的人所编辑、所写落来，是要带互流亡伫巴比伦的人民，因会通有愿望，会通有得到安慰。搁加上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这内容风格。甲头前第1章甲39章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就称伊做第二以赛亚，就是讲第二个时期啦。所以咱要做阵来想看卖，今仔日咱所读到这段经文，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到11节，这段经文通讲是以赛亚书内面真要紧的一个转变的关键。如果讲第1章到39章是一个真长审判的这个时期，法庭伫遐审判，法官审判了后，对40章开始咧，互咱看到那亲像法官将伊迄个法炮甲烫起来，然后行落审判台，去揽迄个受判刑定罪的人，会甲讲。安慰，恁得到安慰，安慰我的子民。这也亲像会甲受苦的百姓讲，头前39章遐个苦难、遐个审判拢要过去啊，充满愿望，新的时代已经要来临啊。新学家瓦特布格曼伊咧指出讲，以赛亚书40章，迄就是咧讲起对绝望、
到5万的转变。这个转变，毋是靠人的政治的智慧，嘛毋是靠迄当时的外交，因为安怎？因为因已经亡国啊，因什么条件拢无啊。但是，这个转变是单单因为上帝亲自讲话。所以，这个布克们伊咧强调，先知的任务毋是干那为着宣布审判，先知的任务搁较亲像要互人有一个新的未来的导向。这个导向毋是亚述帝国，毋是巴比伦帝国，嘛毋是波斯帝国的导向，乃是一个新的上帝国的未来的导向。所以40章开始，毋是一个抽象的神学的观点，乃是要来讲起这阵受掠到伫巴比伦的犹太人，因要伫上帝的列理的下底，看见上帝新的作为。有一个神学家卡巴，伊伫伊教会教义学的中间会指出，上帝安慰毋是安怎，毋是刀闪现实，乃是要互咱知影，上帝要介入历史的中间，甚至上帝安慰是有根据的，因为伊本身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安怎带来新的创造。所以，当咱咧进入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第1节到11节的时阵，咱爱需要带着这款的眼光来看。这唔单单是古早先知的文学，乃是要通过上帝的话，来互咱看见上帝伫时代的中间，伊的新创造，伊的新的列理。同款，上帝的话也会当伫咱台湾的社会中间，互咱看到，当咱遭受到威胁不安的时阵，上帝的话也要带互咱安慰甲盼望。咱首先来看第1节甲第2节这段经文所描写的，一开始就讲着安慰我的子民。这是一个重复一遍搁一遍有加强的意思。这个安慰的原文的动词是复数，是阳性，意思都哪亲像是一群查甫人男性，也是讲上帝呼召的一群人，因做阵诚做一个安慰的使者。这款的呼召，毋是干那单单一个先知的工课，乃是一个群体的行动。那亲像今仔日伫教会的使命同款，教会使命毋是干那靠单一一个人伫遐来承担，毋是干那靠牧师，乃是爱群体做阵来服侍，来成做一个安慰的群体。所以有圣经学家观察到，40章第2以赛亚的呼召是呼召一群人。咱若去对比头前第6章的时阵，上帝的呼召讲：阮通找治罪，找什么人为阮去宣告？先知以赛亚讲：我伫遮，请找我，敢若一个人。但是伫遮，毋是敢若一个人，是一群上帝呼召的一群人。所以这是第1节一个真要紧的理解。煞车咱来看到第2节咧讲起，讲到爱鼓舞耶路撒冷的住民伫遐对因大声来宣布啥物？因的罪已经安怎？受双倍的刑罚已经够啊！这个受双倍的刑罚，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叫做彻底惩罚啦。所以伫遮讲双倍的审罚。毋是上帝真严厉，意思咧讲起，这个审罚已经安怎？完全已经结束啊！天顶上帝伫天顶的法庭嘛做出新的判决，新的判决伫遐大声话讲啥物？讲因受的苦已经够啊！
因受的苦已经够啊。这个新学家卡巴特伫遐真深的一个特别的理解，伊咧讲这段话，要互咱知影，上帝的公义，伊是公义的审判者，伊也是慈爱的拯救者。伫上帝遐，审判甲赦免，毋是对立的，乃是做阵存在。上帝的审判是为着医治挽回，上帝的赦免是为着建立新的关系。其实咱嘛会当去思考伫咱台湾的处境，可能毋是最后的结局。台湾的社会民主的脚步行了非常的艰难，咱经过侪政治压力、威胁、不安，人时常去感受到家己就若亲像受掠的百姓，无法度掌握运命。咱伫早前，咱台湾的教会的神学家会甲咱讲起，咱安怎台湾人期待一个出头天，所以有出头天的神学。因为咱过去都是伫即款坎坷民主的道路顶头牺牲。先知的话语要甲咱讲起，苦难毋是最后的结局，失败一时的失败，嘛毋是无忘记。先知要互咱知影，审判毋是最后的结果。上帝亲自伫遐宣告讲：安慰吧！这就若亲像会呼召咱来去安慰一群受苦楚的人。咱台湾过去，咱有世界真久长的戒严，38年国过56天，咱民主化到当几冬啊？你敢有算看觅？嘛38年外，因为对迄个戒严开始到当，伫9月初9，就是拄啊好满38年国56天，所以9月初10，迄天就有人甲号做啥物？台湾的民主换日线，安怎讲？讲拄安怎？比过去38年58天，搁加一天啦。所以有人咧招我讲，牧师啊，我要来庆祝这一日，要邀请你做阵来。我讲好啊，恁看要安怎做阵来纪念这个日子。对伫迄当时的犹太人，因受掠到伫巴比伦亡国。但是因转来了后，因伫上帝的使者带予因安慰。这群人会通安慰人，就是安怎？要含因做阵转来到伫耶路撒冷。咱应该是爱请做这阵会晓带来安慰快乐的人。咱爱知影上帝的目的，毋是为着审判。乃是爱咱去持守上帝的话语，也是上帝的价值。这是这段经文要甲咱提醒的。煞接咱来看第3节甲第5节，这的描写。而这第3节讲有啥在话讲？就伫旷野为着上主备办道路。这个语言咱咧读的时阵，敢有真熟？因为新约圣经真爱用，对不对？行色的约翰，伊的服侍就是安怎？伫旷野大声伫遐话讲，为着上主备办道路。这个旷野所代表的是混乱的所在，但是旷野上时阵也是启示的所在。伫旷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时常是重新开始的所在。
那亲像出来记记，摩西伫旷野去经验着上帝的临在。而且讲修直迄个路，毋是铺上柏油路啦，这是一种讲起灵性上的这个准备。当然，伫古早时阵有伊的意义伫遐。讲起皇帝要出巡的时阵，就爱安怎？爱将这个路平好，爱弄好平，袂当坎坎坷坷。新约4本福音书内面，拢有引用这段经文来指行色的约翰。伊伫旷野伫遐话，爱人悔改，为着耶稣基督来备办道路。这就那亲像新约圣经要甲咱讲，以赛亚书的预言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得到实现。这个旷野的呼声，展开一种出埃及、脱离极权的运动。伫先知以赛亚这个群体的内面，40章就当亲像这个群体。因嘛要开始一个新的出埃及。行色约翰伫旷野话讲，爱修平的迄个路。即时咱嘛看到，即阵以赛亚的群体，因嘛是伫遐会发出即款的声音，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愿望，新的出埃及，要互共受帝国压迫的人。会通看到出头天的日子要到啊！其实讲为着君王出来出巡，要修直迄个路，这是古早近东的世界时常有的景象。因为君王要出巡的时阵，伊就爱怎动用劳力来去修平迄个路，坎坎坷坷的山谷拢安怎？爱吞落好势，有石头的爱甲揢掉，是为着要互皇帝的车会当行了较顺，行了较平。伫受掠巴比伦的背景下底，伫遮的旷野，真正是咧指流亡的犹太人亡国了后，因透过沙漠，透过旷野。流亡到伫巴比伦，因第一遍这条路是坎坎坷坷，但是第二遍咧行这条路的时阵是转来，是上帝要做因的主，做因的君王，所以这条路会修好平，因为先知的声音伫遐话讲，爱伫沙漠的中间，为着上主备办伊的道路。这嘛那亲像伫早前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阵，离开旷野，离开埃及到旷野，迄段会经过。通讲这也是一个新的出埃及，因为上帝要亲自带领因行往迄个断去的道路。所无共的巴比伦帝国，因会强势是要将这犹太人受压迫者继续留落来做奴隶，但是伫遮咱看到每一个山谷拢爱吞落满，大山小山拢爱卸好平。这毋是为着皇帝的出巡，乃是上主要带领这受压迫者，带领这犹太人，转去到伫因的故乡。咱来看第5节，第5节安尼讲起，讲迄时上主的荣耀会出现，全人类拢会看见。上主亲嘴安尼宣布，这句话是一个真水的话，是真关键，因为这已经互咱看到，是一个超越民族的界限、普世的愿望。毋干那以色列人要得到救，乃是全人类拢要做阵来看见。
讲全人类拢会看见上主的荣耀出现，因为毋是干那犹太人这个民族受到巴比伦的吞噬，是遐个所在，侪国家拢受到邪恶的帝国吞噬。所以咱看到上帝意思要互全人类做阵看见上帝荣耀，这嘛呼应伫以赛亚书6章第3节，先知看见迄个异象的时阵，讲全地安怎？全地充满上帝的荣耀。现在甲卡巴伫遮咧解说这段经文的时，会讲起上主的荣耀，毋是稳重的，乃是一个公开、是普世的，无任何的民族也是权力去甲垄断啦。意思讲哦，毋是干那犹太人垄断上帝，是所有的民族，上帝要所有的民族，拢互因看见上帝荣耀。所以这嘛挑战咱今仔日有当时有迄个真狭隘的民族主义，才要提醒咱，上帝救恩是安怎普及全人类普世的，同款，咱嘛袂当停留，敢若伫台湾人的认同，咱嘛爱有这个世界公民的眼光，搁较是安怎上帝国公民的眼光。这款的开阔、普世的眼光，才会通知影，原来上主的荣耀，毋是干那伫教会，也要伫所有的所在，拢互人看见上帝的荣光。再者，咱来看第6节甲第8节，这段经文，那亲像咧讲天顶有声音发出，咧讲画吧，画吧。先知回应讲。要画啥物？要传啥物消息？上帝爱先知宣布，天顶发定新的判决。新的判决是啥物？讲所有的人拢亲像草，因的水亲像野地的花。这个意思是啥物？逐个人拢共款啦，所有的人拢共款，是较尔有限。人人拢犯罪，罪的代价就是死。上主的风一扫过，草就打花就谢。搁讲2遍，但是讲了后，第8节咧讲啥？毋过，咱的上帝话永远存在。上帝话是啥物？头前所讲起的，迄个安慰。望的话啦，上帝毋是干那赦免一个人，那是以赛亚第6章的时阵，只有啥物人受赦免？只有先知受赦免，因为先知伫遐讲我坐伫安怎罪人的中间，逐个人喙唇拢安怎？喙拢讲。歹听的话，先知伫迄个中间，看见上帝的使者对天顶的祭坛硬一块火炭落来安怎？捂伊的喙，伊就安怎清气啊！所以以赛亚书第6章，干那啥物人得到拯救？干那先知以赛亚得到拯救，人人拢无清气。只有先知受祭坛顶的火炭清气，但是40章的时阵，咱看到所有的人原本拢是有罪，拢是像草甲花。我毋是讲迄小草啦，草甲花。哦，但是上帝话要怎？永远存在，伊要使了赦免，永远袂改变。这是这段经文所互咱看见的，人人拢亲像花草。这款的譬如，毋是讲人无价值啊，要强调人实在是有限，因为花甲草的生命拢非常的短暂，
有可能真水，但是嘛是真短暂的水。人水网有限，总是伫上帝目睭内，上帝看重。伫第8节所讲的上主的话安怎，永远袂改变。彼得前书第1章24节到25节，就引用这段经文的强调，基督徒的愿望毋是建立伫世间荣华富贵强盛，基督徒的愿望乃是建立伫上主永远的话的顶头。如果无有下伫上帝话语的价值，兼采你有更较大的武力、经济资源，拢会亲像圣经内面所讲的，草会干，花会谢。连兄弟，阁过几工，9月初3，中国要做啥物？大阅兵，因要展示出因的军事的溃力。但是这段经文咧，甲咱讲，迄个真强的帝国的政权，看起来亲像真稳固，但是要亲像草甲花，会干会谢，拢会过去。真正有价值、永远伫地是啥物？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价值。这对迄当时受掠的犹太人来讲，也是讲今仔日咱台湾受到强权威胁的现实世，拢有一个真深的提醒。什么才是真正有永远的价值？上帝国的价值，通讲是一种普世人类做阵的追求的一种的价值，有自由，有人权，上帝之下人人平等，这款的价值，这才是真正永远存在。若是要压迫人，家己要做神，亲像习近平家己要做神，这的确安怎是对抗上帝。现在甲卡巴就指出，上帝话毋是迄个抽象的，是具体。因为安怎具体？伊会讲起，若亲像耶稣基督道成肉体迄款的具体。所以，咱的信心无应该是一种抽象的迄个宗教观念，乃是要学习耶稣基督实体道成肉体，参与伫受难的百姓的中间。上帝话语是坚定，是要来建立新一个上帝国、新国度的一个价值甲基础。煞者，咱来看第9节甲11节，而遮所描写的，而遮讲报好消息的锡安呐，就爬上关山出来大声话，报好消息的耶路撒冷啊，就好胆大声对犹太的正城讲，看咧，恁的上帝。所以咱咧看是啥物？咱来主神伫上帝，因为这是神理伫遮甲迄阵流亡的人讲，恁毋通阁继续看伫恁的苦难艰苦，恁的眼光爱注目看咧恁的上帝。上帝的话语带来安慰，伫遮讲报好消息、报好信息。这个语言甲新约圣经的福音是同一个语言。是一个新的时代，福音出现。新约时代会甲咱讲起，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较特别的报好消息，迄个语言上是安怎？阴性复数。敢会记得头前我讲，恁着安慰，迄个动词是安怎？复数阳性。遮讲报好消息是复数阴性。一方面，互咱看到迄个阳性是安怎强而有力的安慰，
但是这个阴性呢，是温柔的好消息。一方面是真权威的讲求安慰，一方面就是真温柔的好消息。咱嘛当去甲理解，头前呼召一群人出来宣讲，着安慰，这若是一群男性，啊若伫遮，就是一群女性，就爱传好消息。所以，互咱看到第6章的以赛亚是一个人，但是40章的时阵，宣讲上帝的信息已经成做一群查甫人，一群查某人。所以，毋是干那单单一个。煞者，咱来看第10节甲11节。伫遮，互咱看到讲，至权的上主带来权能啦，伊要用权柄来掌权。上帝将做一个大有权柄的君王，但是圣经阁互咱知影，伊阁是一个温柔的牧者。这个布格门这个学者，伊认为这是对帝国君王的挑战。还是讲颠覆啦，因为巴比伦的皇帝用武力来统治所有的民族，但是伫遮，上帝是用温柔来牧养，用温柔来牧养。新亚加卡巴就论到这段经文，伊讲这段经文带有基督论的意涵伫内面，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伊阁是安怎温柔的好牧者？耶稣基督的权能，毋是压迫，乃是安怎要甲咱抱起来、揽起来？耶稣基督的手，毋是摕鞭要来拍咱，乃是要甲咱揽起来。所以伫第10节甲11节。迄个有气力的双手，甲温柔的牧养，放做阵，这也提醒咱公义甲人民做阵并行的重要性。这就互咱看到先知米迦伊咧讲的，恁都爱行公义、好人民。这就哪亲像咱咧跑走上帝国的两支脚。爱有公义，也爱有人民。咱来想看卖，这段经文带予咱什么款的反省？第一个反省，要予咱知影，受苦受掠的人，因咧控诉上帝，点指指点点，但是上帝安慰，伊毋是流于这个廉价，乃是呼召人参与伊的拯救。以赛亚书39章的事件，以西家王甲巴比伦的使者，迄当时的见面，差不多伫主前701年。但是然后就跳到40章，40章已经是巴比伦的末期，波斯帝国的开始，迄已经是主后540年左右。安尼甲算起来。39章甲40章中央让偌久？让将近160年。这160年，以赛亚书无记载，无记载，但是带有记。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内面会当互咱看到，耶利米先知的描写，流亡的时阵受苦。受掠的人伫遐控诉上帝，上帝啊，你太安怎点指指？因伫遐话讲无人安慰阮，连上帝拢安怎气杀因？伫讲道研讨的时阵，杨牧师有介绍一个爱尔兰一个女性的学者 Katie， 伊讲起伊的观察内面，我想这是真有意思的。伊讲这段安慰的好消息。
拄拄是甲亚利米先知、亚利米哀歌的迄个对话是同款的。亚利米哀歌一讲起无人安慰，但是40章伫遮讲，上帝讲恁就爱去安慰，毋是叫一个人去安慰，是叫一群人恁爱去安慰。所以这个启示，这个圣经学者，伊咧讲起40章安慰的宣告，是咧回应流亡的即群人，因对上帝点子字的控诉的一种的回应。上帝亲自发声来回应因的控诉，上帝要甲因修补因的关系。上主的安慰，毋是流于廉价。啥物叫廉价？敢若嘴讲讲的利益啦。上帝毋是敢若嘴讲讲的，讲恁着爱安慰因，毋是。这有带有实际的行动甲救赎，互迄个咱讲脆弱处境的人，上帝毋是离开因远远，毋敢若互因望搁较烂，推动历史的行动。所以犹太人经验巴比伦因受掠受气杀，但是这时阵，上帝已经通过这阵以赛亚的群体，会甲因讲：恁爱受安慰。上帝已经出手啊，上帝要行动啊！毋敢若一群查甫人，恁爱诚做安慰者。恁这群女性嘛爱报好消息，参与上帝的计划。将来的代志，毋是敢若先知过去一个人的代志。未来是一群查甫人，一群查某人传安慰的声，讲好消息的声，爱做阵来起造上帝国。安慰的命令是一个真积极的行动。当教会面对着受压迫、创伤的人，咱有当时需要安怎讲出安慰的话，嘛是需要安怎去陪伴、去参与，为伊来祈祷、扶持伊。咱足侪人知影，过去差不多3、4档的中间，有一个香港妈妈带4个查某囝伫咱教会的聚会，后来伊伫今年到伫美国，伊去学开车，想要来上班，结果开车摕着执照要上班的第一天，发生车祸来死去，留落4个查某囡仔。因为迄当时是我甲安排甲联络 AIT， 经过足久的时间，甲将因送到伫美国。因为迄香港妈妈的先生，就是伫香港受杀害死去，所以迄当时因拢留伫台湾。伊的囡仔最详细迄个。要甲香港政府请身份证，香港政府拒绝，所以变成无国籍人士啦。所以后来经过最的努力，去摕到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证，然后伫川普上任的前2天抵达美国。川普上台之后，就安怎？所有的签证拢停止，好加在因伫遐。但是，伊要工作的第一天，车祸死去。我伫半暝啊，将近2点的时阵，接到美国的电话，打电话给我。半暝啊，接到电话，通常是安怎？会惊，毋知发生啥物代志。接到，哇！迄天拢无法度困，就开始联络。即马情形是安怎？这4个查某囡仔上细汉的6岁，
啊，要安怎去甲因帮赞？好佳哉！咱咧讲安慰的话，我甲囡仔讲安慰的话，囡仔伫遐电话中甲我哭讲：牧师，我们要回台湾啦！牧师，我们要回台湾。我讲你们可以回来，我可以帮你们弄，但是你们的小妹妹呢，没有国籍，没有护照，她怎么来？因尾啊，因迄个大姐安怎讲？你敢知影？伊讲甲因妹妹讲，我们要跟妹妹在一起。这是妈妈最后的心愿，带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就在美国，啊，其他妹妹都安怎拢安静落来。上细的6岁，上大的16岁，四个人要安怎生活？因伫遐甲我讲，牧师啊，我们不要到那个育幼院，我们不要到育幼院。我们希望我们4个都能够在一起。啊，我联络伫迄边的熟悉朋友，联络迄边的教会，迄边的教会就马上讲，阮来甲因照顾。当然，因爱后来有召开这个监护权的紧急的迄个听证会。啊，好佳哉！迄个听证会，迄个法官，伊本身嘛是当地教会的会友。伊拢知影这个情形，所以伊嘛知影囡仔的期待4个会通做阵，最尾啊，就判互一个家庭，甲因照顾。咱敢若会当安慰的话，但是敢有人会当起来？我伫台湾紧张袂要紧，但是敢有人会当起来？有啊，看到真侪的教会动起来，伫美国因当地。无到1礼拜，我联络迄个对华原住协会的傅希秋牧师，我讲你们要设一个信托专户。真正设迄个信托专户了后，无到1礼拜，收到偌济奉献，你敢知影？34万美金，差不多1000多万的台票。啊，咱台湾这边咧，咱的主日的校长。老师有几个人真对这个家庭真照顾，讲牧师啊，咱教会要安怎来斗3工？啊，我问亚玲，伊讲会当代收代转，嘛短1礼拜，咱这边包括外口的一寡人奉献，嘛超过170万。我是看伫遮爱讲起。讲你着爱安慰，这个安慰毋是伫口头爱讲安慰，乃是爱有实际上的行动。伫这个大罢免了后，啊，有真侪义工心情真艰苦。我有请咨商师甲因团体咨商，有的人伫遐拢无讲话，不爱讲话，因为安怎真内向的人。我讲你们想要做什么？牧师，我们能不能插花？一边插花一边聊天。我们能不能画画和艺术治疗安尼？我讲好啊，我就去问，什么人有这个专长？欢迎你来。结果已经办差不多20几场这款的团体治疗。当咱咧讲安慰的时阵，咱有付出什么款的行动无？咱过去。咱洪秀强牧师的时代，甲咱的林宗义长老因迄个时代，因有组成228团契，你敢知影？228的受难者团契聚会拢伫咱的教会，伫迄个所在安怎？伫遐甲因做阵礼拜，安慰因，甚至洪秀强牧师嘛去安怎？去甲李登辉讲。你爱组成这个228的基金会啦，来做这个工课、保障的工课，等等这个拢爱做。洪秀强牧师是228基金会第1任的董事啦，伊是迄个安慰小组的召集人。你也看迄个政府的记载，伊迄当时。几个董事走透透，
全台湾走透透，找迄个228的受难者的家属，伫遐甲因安慰。安慰毋是干那囥伫喙咧讲，乃是爱实际上的行动。所以这段经文咧，甲咱讲，迄个多数的阳性的男性讲，恁都爱安慰；啊，甲遐一阵的女性讲，恁都爱传好消息。哇，这是一个偌水的画面！行公义的工，帮助人的工，毋是只那靠一个人，是爱一群人做阵来努力。咱今仔日台湾咧面对中国的威胁，伫国际局势，咱安怎？咱真孤单。咱有当时嘛，亲像迄个要受掠的子民共款。但是上帝有缘，今仔日咧呼召咱，咱来去安慰台湾人，爱互因有信心、有盼望。咱来报好消息，咱的上帝会掌权，因为咱持守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这是下伫上帝国的价值。咱掠上帝话最要紧，咱就会安怎得到上帝的保守。所以，刘英兄这未来毋是一个人的努力，是无分查甫查某，是一群人做阵来起造上帝国的新国度。今仔日8月31，也是咱圣经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开学的第一天，咱是办一个全教会的专题演讲。这专题演讲，咱找着鸭草的这个总编辑来甲咱分享。这个单位真特别，因一直以来拢会关心台湾，要安怎去对抗这个假消息，要安怎去对抗外来的侵略。所以今仔日的讲座，台湾需要什么款的全面的防卫？咱若是要固守台湾，行往一个民主自由、有上帝国价值的一个新的国度，咱爱家己来固守，无分查甫查某，做阵来拍拼。这嘛是40章了后会讲起的。过去是一个先知真孤单的努力，但是现在咧，咱需要群体，需要一群查甫人，需要一群查某人做阵来行这条互上帝荣耀遍满的路径。第二项要甲咱讲的，上帝永远的话语是要来显出上帝国的价值。旷野这条大路是新的出来及的道上，先知将这个旷野称做一个上帝批判的道路。上帝亲自临在，阳光显现，普世所有人类拢会通看见。所以这是一个真水、新天新地迄款的道上，这条路毋是为着地上的君王伊要游行、伊要凯旋的路，这条路是一个脱离帝国压迫、偷放的路，是一条荣光上帝的道路。那亲像耶稣所做，要互失丧的人会通安怎平平安安来归往上帝。所以伫旷野批判道路，这通讲是一个刚强的行动，爱摒除遐的脱害。咱的社会有真侪脱害，甲上帝国的理想违背。咱要安怎去将这的脱害来刷开？有司法爱改革，有国会需要转变，有公民的教育等等这的。
检采咱拢有侪侪的塔阶伫咱头前要行的路顶头，但是莫因为塔阶真济，咱就灰心。以赛亚提醒咱，咱人拢亲像草甲花，会干会谢，但是只有上帝的话永远徛在。咱是来抓上帝话语价值最要紧。安尼，咱检采头前有风影、有困境，咱嘛袂惊吓。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帮衬，显出上帝国的价值，成做咱骹前的灯、路上的光。同心来祈祷，主愿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讲你的话语永远袂改变。你所带予阮上帝国的价值，也成做阮个人、社会甲国家所行的标准。恳求上帝圣神引带阮，互阮拢会通成做迄阵宣扬安慰话语的人，也是报好消息的人。无论男女，拢做阵参与上帝国的起造。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大家吟圣经回应上帝话，正诗第303首，正诗第303首，主我要学罗你，请大家做伙起来唱。请坐。下面讲道的时间，请大家为着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着国际学校要开学甲学生的学习；第二，为着圣经学校的秋季班今日开课甲学习；第三，为着防灾的避难甲
社会风灾沦陷性的强化，请大家做伙安来祈祷。请等主文结束来做结束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用敬畏的心徛伫你的面前，我要为阮台湾这个土地顶面，阮的厝边，阮的兄弟姊妹来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感谢你伫书记中对阮的囡仔、青年、学生的顾守，互因不管伫学习还是出入，拢通得到平安。明仔载，阮要进入9月，阮也要为全台湾要进入开学期，互相款的学校甲学生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的囡仔、青年，互因伫新的学期中有健康的身体、坚定的心智，学习的热情，对新的学习顶面，通得到对你来的智慧，也伫过程中满满有喜乐甲平安。求你赐予每一位家长甲老师，互因有教育的疼心甲耐心，通学习亲像你，愿意用生命来分享、来教导、来陪伴因，才做因成长路途顶面上好的引导者。我要为今仔日开始教会的圣经学校秋季班来献上阮的祈祷，求你的神拍开每一个校园的心。互因伫维护的学习中，通搁较深来认捌你、亲近你，也因为安尼，因的性命通因为你的话来继续受塑造、受培养，来成做你所欢喜的人。相时，我也要让阮所听的台湾，你的风灾甲风未来，交到你的手。台湾甲伊的子民，一直是一个不断伫挑战中勇敢向前。行向未来坚强的主群，面对各种灾害甲挑战，恳求你赐阮政府甲人民有教育智慧、坚定的信念甲勇气，互阮有意识知影加强阮社会的抵抗力，伫平常时就做好的准备，伫灾难危险发生时，通互相扶持，团结面对。愿你的平安甲保护时时甲阮同在，对阮的快乐甲帮助。向我的上帝，以上是阮的祈祷，求你耳耳康听，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是咱的奉献，奉献是我来做报告。第无数段对今日开始传讲。以赛亚书第40章甲55章，请兄姐来先来读。这个部分，咱知咱重点毋是以审判、以掠安慰甲盼望做主。所以第二，以赛亚是这个圣经上咱显明上帝是宇宙唯一的真神甲拯救的信息的经文，也是对新约会当理解弥赛亚的上重要的背景。第二。被骗毋但赔金钱，阁会赔上民主甲自由、境外资份的操弄。若是假消息，会当内部来破坏一个民主的国家，咱怎样来对抗中国的认知的作战？今日咱圣校要举行全教会演讲会，台湾为虾米需要全面防卫？请大家做伙来参加。咱请到卧槽的总编辑薛汉俊先生甲邱凯丽老师来主持，请大家等下做伙来参加。第三就是教会一日游，咱要组织教会感情，咱举行全教会一日游的活动，欢迎大家参加。时间是9月20号，马虎岛的自由
咱请大家对今日开始报名参加到9月初7，另外就是守护台湾的祈祷会，每礼拜五暗时7点。即礼拜是请到内容牧师来讲信息，蔡显明前国防部长来做处境分享。另外就是全教会的正格校的秋季班，对今日开始，今日是全教会演讲会，对后日要开始的分班的上课。11点有基要真理班，甲生命转折处的新起点，守望者行动全教会基础的平衡的课程，也甲对世界文学看世界的基督教。另外12点半有蔡文宇牧师的马太福音，甲弗兰奇传道的非暴力沟通甲信徒的服侍，遐大家来掠家己的时间参加，若是会使，其实两个课程拢会使。若是11点甲12点半拢会来报名。第三就是防灾座谈甲交通宣导，伫9月14号下晡的3点45分，有提供广东会翻译伫教会小礼拜堂。今年1月份，香港的尼尼玛大死的查某囝到美国的难民避难。伫美国时间8月19号不幸来拄到车祸过身，香港团结要举行追思会，欢迎参加，时间是9月12号暗时的7点，伫教会小礼拜堂。另外就是济南的防灾师会培训报名，伫10月1号到10月2号有2天的时间会当来参加。另外就是咱教会杨宝伟牧师，伊对新学生传道书伫咱教会已经8年的时间，感谢伊伫咱教会的服侍甲合作。宝伟牧师要伫9月21号就任后埔教会的传道牧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仔是9月21号3点30分，另外欢迎大家来报名，伫咱教会有办的大神的课程，当中有8门课，请来看。另外就是后礼拜9月7号要召开中职会甲小会。请中职准备先来参加。这时，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这时请黄牧师来报告甲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的是涂雪莉。请起立，让我们来欢迎你，欢迎。好，请坐。第二位是欧木成、乌木成，欢迎。请坐。过来介绍的是赵乐义，您的朋友，欢迎。请坐。过来吴婷妮，也是您的朋友欢迎。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伫咱中间。大家因圣诗第388首，圣诗第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因是带请黄春成牧师来督导，请大家做伙起来唱。Amen.
愿赏赐五万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五万。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来到避会。